大埔宏福苑5級大火死傷慘重，喺大批居民未能及時逃生嘅同時，仲有多名在場參與維修嘅工友罹難，當中有判頭及工友喺火災時企圖救火，結果遇險犧牲，包括一名本已計劃退休管工，而家已經同家人陰陽兩隔。香港工聯會與香港製造業總工會成員琴日探訪咗遇難工友嘅家屬同埋幸存者。宏福苑工友之一嘅幸存者潘先生向工會探訪者憶述，當時與判頭陳先生等人正在喺宏泰閣10樓至13樓作業，期間雙輪大樓突然起火，火舌不斷彈落至其施工區域嘅圍網，眾人立即以現場水喉淋水撲救，但火勢猛烈，情況逐漸失控，陳先生因此叫工友緊急撤退。疏散過程中，大部分工友都爬返入樓內，但陳先生因為擔心火勢波及更多區域，於是留低殿後繼續救火，導致撤退嘅時間較慢。陳先生喺緊急逃生過程中不幸遇難。事發後，陳先生嘅女兒陳小姐陷入咗極大嘅恐慌同焦慮，開始四處尋找親人蹤跡。陳小姐憶述，佢輾轉前往多間醫院尋找父親嘅下落，但始終未獲任何信息。直到第二日，佢先由其他人嗰度知道廣福社區會堂設有認屍程序，最後確認父親已經遇難嘅事實。佢表示，眾多對援助死難者嘅相關援助僅限定受災居民可以申請，但不包括屋苑內工作嘅維修工人、清潔工、保安員等群體，認為建造業工人嘅權益未被充分重視。工會琴日探訪嘅遇難工友主要嚟自相同2個施工組，分別負責宏福苑第5座同第6座嘅施工，其中年約7旬嘅賴先生係第6座宏昌閣嘅2判管工。案發時原本喺寫字樓內辦公，但係接到電話獲悉有火災之後，立即趕往工地組織工友疏散，而佢其後就返回地面嘗試救火，卻不幸遭燃燒墜落嘅雜物揼中遇難。賴先生嘅妻子喺接受探訪時一度情緒激動，表示丈夫原本打算做埋呢單就退休，但喺工程尾聲竟然迎嚟噩耗。另一位遇難者陳先生係第5座宏泰閣嘅3沙判頭，亦因喺火災中積極參與救火同疏散工作，最終未能生還。陳先生一組至少6人曾嘗試救火，但如今確認死亡嘅已經有3人。香港製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思傑表示，探訪期間，工聯職安健協會向每位遇難工友家庭發放咗2萬元應急慰問金。呢個資金嚟自協會嘅專項基金，旨在為工傷事故嘅工友及其家屬提供即時幫助，無需審查流程，可以直接用於善後處理等緊急開支，覆蓋各行業工傷案例，並非僅針對建造業。佢表示，已即時與特區政府有關部門了解支援死難者問題，並引述回覆指，政府對火災中遇難者家屬待遇一律平等，初期若有疏漏，或因現場混亂及工作人員認知偏差導致。